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T 啊。咁今日呢條片咧就係要講下我嘅頻道嘅定位啦，同埋未來走向嘅。咁相信有睇過我以前嘅片嘅觀眾都知道咧，我係拍呢個 PTCG 起家嘅。咁當時都係靠拍呢類型嘅片咧，就過1000訂閱啦。但係就之後就覺得有少少單調啦，因為我拍 YouTube 咧都唔只係想拍關於卡牌遊戲嘅片嘅。咁大家所以見到後期開始咧就有一啲轉變啦，就開始拍咗一啲可能話行街 vlog 啊，或者一啲模型分享咁樣，咁都係跟住我自己本身個人嘅喜好去拍嘅片啦。咁近排就有埋爆旋陀螺啦，因為我自己個人回坑，咁所以咧個頻道名就由呢個 PT 卡牌遊戲頻道咧就變為咗呢個 PT 玩樂頻道啦。咁就主要個定位就係圍繞住我自己本身我玩嘅嘢啦，跟住係總結一下片種嘅方向啦。首先 PTCG 咧不定期都會繼續有啦，咁我自己都仲係玩緊 PTCG 嘅，不過咧就唔會好似以前咁為出而出咁樣去出片啦。而家咧可能就真係諗到一啲新嘅有趣嘅 deck 啊，或者喺 live 度打咗一場有趣嘅對戰咧，咁先會再同大家分享嘅。跟住係 vlog 行街片都會繼續有嘅。我哋嘅 PT 東京遊咧，其實係未出晒嘅，咁都仲有幾多添，係啦，所以之後會繼續同大家更新嘅。咁跟住模型分享不定時都會繼續有嘅，咁呢個咧就真係靠我咧，有時心血來潮砌隻新模型咧，咁可以同大家分享啦。例如近排就收咗隻覺醒 G Quarks，咁砌好都會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另外屋企都有啲山值嘅，咁就嗰啲砌好都會攞出嚟同大家去睇下嘅。跟住係爆旋陀螺嘅片啊，咁因為近排回坑咁比較有新鮮感，咁所以都拍咗比較多片係關於爆旋陀螺嘅。咁如果你係因為爆旋陀螺而識我嘅新觀眾咧，咁你應該開心啦，因為多陀螺片睇啊嘛。但係如果你係原本睇開我其他片嘅話咧，咁都可以放心，其他嘅片種咧我都係會 keep 住出嘅。咁最後有一類型嘅片咧，我而家未拍，但係應該考慮之後就會更新嘅。咁就係手機遊戲嘅片啦。咁我都係拍翻我自己玩開嘅手機遊戲啦，例如話《七龍珠爆裂激戰》Dokkan Battle 啦。咁佢就月尾週年啦，11週年，到時應該會同大家拍片去玩。咁另外都仲有呢個 G Generation Eternal 啦，G 世代永恆，同埋近排我玩翻嘅《咒術迴戰幻影夜行》日版啦。咁我主要自己係玩緊呢3隻嘅。咁之後可能有一啲活動啊，或者抽彈咧，咁就再拍俾大家睇。咁主要而家頻道嘅營運諗到大約就係咁啦。咁因為而家拍嘅類型比較雜嘅關係啦，咁如果咧觀眾係對以上嘅任何 topic 係有興趣咧，放心，之後都係會 keep 住有嘅。咁之後盡量都會保持一日一條片嘅更新啦。咁方便中意睇唔同 topic 嘅觀眾咧，咁就 keep 住都有新嘢睇。咁如果睇咗呢條片嘅觀眾咧，對以上嘅安排有咩睇法啊，或者疑問咧，咁都歡迎喺下邊留言嗰度同我交流一下嘅。咁因為我都想知道下大家觀眾嘅睇法，咁方便我去繼續去營運呢個 channel 啊。好啦，咁今日呢條片就係咁多啦，咁我哋就下條正式嘅影片再見，拜拜。